控制饮食瘦了15公斤。在我53公斤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我子宫好痛，我以为我子宫肌瘤了，然后我就带着贝比去妇产科说，医生我好像子宫肌瘤，子宫好痛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结果医生一看，你怀孕了，我就说怎么可能？然后呢，医生就说那你去验尿，真的2条线，我吓一跳，那时候在妇产科大叫，我说感谢主。然后医生也说这就是上天要给你的祝福，给你的宝贝，医生不是基督徒。不管是我的中医还是我的妇产科医生，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因为我又有多囊，然后又糖尿病，然后又荷尔蒙失调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现在宝宝已经快要4个月了，真是感谢主。产检的时候，我又再验一次血，我又故意再验一次糖化血色素，本来6.0嘛，然后怀孕孕吐我只吃碳水化合物，我把以前戒掉全部吃回来。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，会不会妊娠糖尿病？结果看到报告，医生说5.7，你没有糖尿病啊！真是感谢主。
都献给你，求你保守我们在心